上嗰幾集我哋就講咗記錄嘅重要性同埋價值啦，分享咗點樣運用記錄去幫助自己成長同埋記錄嘅一啲技巧。咁之後嗰幾集就係實戰篇啦，運用翻我哋之前講過嘅嘢啦，放翻喺我哋最常接觸到嘅5個領域，分別係學習、對話、思考、日常同埋工作嚟做記錄，去幫助提升自己嘅效率。今集我哋就會講第一個領域，學習。你依家學到嘅嘢究竟係喺邊一層呢？資訊、知識定係智慧啊？佢哋又有啲咩分別啊？一本睇極都睇唔明嘅書，點樣先可以輕鬆掌握裡面嘅內容啊？唔想死背書嘅，點樣可以用記錄去提升自己嘅學習效果呢？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大家好，我係舒淇 Mavis， 今集同大家分享嘅係《巨人的筆記》第5章，學習讓世上的知識都成為自己的。老實講，我哋成日去學新嘢，睇書、出去上堂、上網睇一啲新嘅資訊，其實都係想做一個有知識同埋有智慧嘅人啫。咁問個問題咯，你哋知唔知道資訊、知識同埋智慧有啲咩分別啊？又或者你覺得呢3樣嘢係咪一樣呢？書裡面有講，原來佢哋係冇咩分別嘅，可以講話係同一樣嘢，只係面向唔同啫。即係話本質相同，但係表象就唔同。舉個例，等大家容易啲明白。假設依家有一杯咖啡同埋點心啦，咖啡同點心擺喺我前面嘅呢一樣嘢係一個資訊，而如果呢一個資訊入到去我哋嘅腦裡面，再加一啲敘述嘅話，好似係一邊食點心一邊飲咖啡，超正嘅。咖啡配點心好正呢一件事就成為咗知識。頭先嘅敘述就運用咗一樣嘢叫做連結。連結就分咗好多種嘅，可以連結2個資訊啦，亦都可以將資訊同知識或者智慧去連結。但係如果資訊冇連結任何嘢嘅話啦，喺我哋身上累積嘅嘢就淨係得資訊嘅啫。即係話，如果想資訊變成知識，我哋一定要將佢哋經過我哋自己嘅內在連結其他嘢，先會成為我哋嘅知識。咁智慧又係啲咩嚟嘅咧？假設今日我想飲咖啡啦，但係好似爭咁樣嘢喎，覺得一定要買埋餅乾一齊食先正嘅。嗱，頭先講嘅嘢咧，我哋可以睇到事前已經諗好咗我想做啲乜，我應該做啲乜。而呢一個咧就係最單純嘅智慧。簡單啲嚟講咧，就係連結幾個自己嘅知識，跟住按自己嘅意志去決定做啲乜。咁所以資訊、知識同埋智慧嘅基本構成雖然係冇咩分別啦，但係表現方式就好唔一樣喎。咁點樣先可以將知識升華做智慧呢？記唔記得我哋前嗰幾集有講過一個記錄方法，就係記錄、再記錄、持續記錄啊？即係點呢？我哋可以運用記錄嚟做工具，將外界或者內在接收到嘅資訊記錄落嚟，之後就透過自己嘅諗法同埋記錄提取記憶，再按當下嘅情況去編輯。咁樣做嘅話，先可以將知識升華到去智慧。知道咗個概念之後啦，我哋就可以放翻喺學習領域任何一個方面咯。大家應該都有試過睇過一啲比較難嘅書啦。通常一遇到呢啲書咧，一係睇幾頁就眼瞓，唔係嘅話都會繼續睇落去嘅。但係個腦係吉嘅，因為唔明佢講咩嘛。當我哋面對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啦，我哋就可以運用記錄、再記錄、持續記錄呢個方法去睇一啲我哋覺得難嘅書。首先，好緊要嘅係我哋一定要放慢睇書嘅速度。當我哋放鬆咗個大腦，唔再執着睇書嘅速度同埋理解嘅慾望啦，反而個執行力更加好。平時容易啲理解嘅書，好多時啦，我哋1個鐘頭都可以睇到30至70頁嘅。如果睇難嘅書嘅話，我哋可以試下1個鐘頭淨係睇10頁，用咁嘅速度睇書，1個月就可以睇晒㗎啦。而我哋嘅目標唔係要睇明所有嘢，只係建立個感覺嘅啫。睇完成本書之後啦，我哋就可以去下一個階段啦，就係再睇一次。而今次睇嘅速度同之前係一樣嘅，每日睇10頁就 OK 啦。但係因為我哋之前已經了解咗成本書嘅架構啦嘛，所以睇呢10頁嘅時間一定係比上一次少好多。而我哋喺多出嚟嘅時間啦，就可以去 highlight 你覺得重要嘅地方，跟住思考一下裡面嘅內容到底描述緊嘅係乜嘢，再去做筆記。
根據頭先嘅方法完成晒成本書之後呢，我哋可以翻睇一下自己做嘅筆記，睇下裡面有冇一啲內容可以同自身去連結，再去做記錄。如果做齊晒上面幾個步驟啦，一本300幾頁嘅難書對你嚟講已經係一件輕而易舉嘅事，都不特止，裡面嘅內容係深深記喺你腦裡面，唔會再轉個頭就唔記得㗎啦。作者喺書裡面講過一個關於佢以前讀書嘅經驗，喺佢高中嘅時候，如果嗰啲科目係需要死背嘅話，通常出到嚟嘅成績一定係勁差嘅。佢好俾心機去背㗎，但係唔知點解咧，永遠都唔會諗得翻起嘅。佢嗰陣時成日都喺度諗啊，究竟點樣先可以背嘢背叻啲呢？佢喺佢高3嘅時候就領悟到一個方法啦。有一日佢個朋友就俾咗一本韓國史參考書佢話佢已經全部睇過晒㗎啦，叫作者都睇下。作者睇完之後就發現咗參考書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標記，重點內容一定要背嘅年度事件等等，全部都做咗幾好喎。結果佢嗰次嘅期中考嘅歷史拎到滿分。佢好多謝嗰個朋友分享咗佢自己整理嘅摘要筆記俾佢啦。但係後嚟先知啊，原來嗰本參考書呢係佢朋友使咗一啲錢去請補習老師去做嘅筆記，佢哋將整理知識嘅技巧高價賣俾學生。嗰一刻佢就終於明白到學習唔係淨係盲目死背就得㗎，係要識得將知識整理得有條理，先有辦法學得更加好。所以如果想提升學習效果呢，我哋就要識得點樣去運用整理技巧。而作者就分享咗3種記錄原則去幫助大家提升學習效果。首先，第一個原則就係確定，即係話你一定要好明確了解自己學過嘅內容。咁點樣先可以知道自己真係學識咗呢？就係輸出。當你可以好有條理咁樣去同人哋講翻你學咗啲乜嘢啦，又或者運用翻自己嘅文字去記錄翻出嚟嘅，咁就即係你已經學識咗噶啦。因為要你確實消化咗所有內容之後，先可以做到輸出呢一個動作。第二個原則就係摘要，想記住學過嘅所有嘢其實係好難嘅，尤其係個內容太多嘅時候啦，要你記住啲細節根本係冇乜可能嘅。所以我哋要記低關鍵字，用佢哋嚟幫助我哋去諗翻本來嘅知識。但係如果睇咗關鍵字都諗唔起嘅話，咁點算啊？重溫翻學過嘅內容就得㗎啦。最後一個原則就係整合，咩意思呢？就係將先前記錄過嘅關鍵字按翻自己嘅諗法重新去排序，其實就係同先前講過嘅知識轉化為智慧嘅過程差唔多。但係我哋一定要根據自己嘅需求去做呢一樣嘢。當你啲知識儲得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之後遇到幾高難度嘅問題都好，你都有辦法去解開。如果依家遇到學習問題嘅你，試過好多方法嘅效果都冇咩幫助嘅，不妨試下睇一睇你依家嘅學習方法究竟係咪符合翻頭先講嘅3個原則。因為當你將確定、摘要、整合應用喺學習上面，先可以真真正正將學到嘅知識變成自己。嗰陣時你就唔使再嘥錢出去俾人補習㗎啦。我哋成日認為知識學得越多就越好，以為硬塞晒所有嘢入腦就搞掂，就係因為呢個誤解，成日就用錯咗方法去學任何嘢，結果就係學完等於冇學。學習唔係睇你學得有幾多，係睇你學得有幾深嘅。有冇將你喺出邊吸收翻嚟嘅嘢，經過自己嘅思考轉化成自己嘅嘢，再輸出翻出去。書入面有句說話，就係學習不是盲目努力就能做到的事，懂得把知識整理得井然有序，才有辦法學得更好。大家不妨可以運用作者教我哋嘅方法啊，記錄再記錄，持續記錄，將學到每一個知識真真正正變成你嘅智慧。下一集我哋就會講點樣去記錄對話。咪住先，係咪搞錯咗啊？對話都要記錄？呢個就係一個有趣嘅地方啦。我哋會話俾大家聽點解要記錄對話啦，同埋交流嘅時間節奏咁快，點樣可以一路交流一路做記錄呢？有興趣嘅你哋記住留意我下一集。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咗巨人的筆記第5章，學習讓世上的知識都成為自己的。之後嗰幾日我會喺 IG 分享書裡面嘅一啲金句，有興趣嘅你哋都可以 follow 埋我 IG， 我哋大家一齊交流，一齊進步，一齊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我哋下集再見，拜拜。